外2大阿兹海默症的新药已经摕到咱国血素的药证。有医师是表示讲，这2款新的药对轻度的失智患者会当来延后病情恶化4到5天哦。上紧今年6月就当自费来使用，严格至少都要开150万。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是人口老化、失智症患者愈来愈多。根据卫福部统计，全台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约8%，大约有39万人失智，其中佫以阿兹海默症类型上侪，占5成6左右。目前临床救护只会当正常治疗，无度治好。不过，国外2大阿兹海默症新药定期出自国内血素的药证，因为研究证实，这2种新药会当清除脑部类淀粉2倍沉积，那早期用药会当延后病情恶化4至5年。它是一种免疫的疗法，我们打进去那种是一种叫单株抗体，单株抗体它可以针对它需要想去攻击的目标去进行结合，所以它会找到我们大脑里头的类淀粉蛋白，然后跟它结合，那把它清除掉这样子。血素表示，这2种失智症新药都是属于暂剂型，疗程拢是18个月。台湾失智症学会目前正在参考国外资料，拟定用药指引，像用药条件是症状较轻的人，局限伫阿兹海默、轻度认知障碍等，各符合年龄的限制。2张药品许可证皆为治疗阿兹海默症引起的轻度认知障碍和早期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并与临床试验中所开始治疗的族群相符。医师评估，全台大约有5万多名轻度失智症患者。符合新药适应症，上紧今年6月就会当自费用药，不过药费至少要150万，表示每一个家庭拢负担会起。地处健保署强调，只要药厂申请健保给付，将执行医疗科技评估，邀请专家讨论药物疗效等。若符合给付要件，都会纳入健保给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